點解港人心心念念嘅司法覆核喺英國議會主權嘅制度底下嘅勝算係微之又微，以及點解英國嘅移民法唔需要經過國會辯論，內政部就可以自行修改呢？議會主權係英國君主立憲制度底下最重要嘅政治基石，沒有之一。想要理解英國嘅議會制度主權之前，就必須要理解現在影響港人最深遠嘅移民法 （Immigration Law） 以及 Immigration Rule 嘅分別到底喺邊度？一個法律要成為一個法案 （Act） 之前，就必須要經過上下議院嘅通過，再由英國君主簽署，先至能夠最終成為法案。現在英國影響港人最深嘅就係 Immigration Act 1971年通過嘅呢條法案，佢授權英國嘅內政大臣點樣具體去實行移民法底下嘅規則 rules， 例如簽證嘅分類、申請人嘅年齡要求、工資、工種呢啲各類嘅限制或者規則就係 Immigration rules。同其他絕大部分嘅法案需要國會通過唔一樣，英國嘅移民規則只係需要經過 negative resolution procedure， 即係話只要擺上國會40日內冇人提出反對，就變成 enforceable 可執行嘅規則。舉個例子，英國喺2014年通過法案，要求英國所有業主對承租人遞交申請表之後，對佢有冇英國合法居留進行審查。呢個係一個法案，一個法例。咁到底點樣執行？幾時審查？用咩程度去審查？邊個審查？用幾耐審查？呢啲具體操作就係 Immigration Rules， 由移民部或者 Home Secretary 自己決定。由於英國國會以及國會議員嘅工作非常之繁忙，所有適用於 Negative Resolution Procedure 呢個程序嘅法規受到推翻嘅情況少之又少，所以點解英國嘅移民法喺絕大部分情況之下都係 Home Office 自己想點改就點改，包括5+1變成10+1，英文由 B1 變做 B2。明白咗點解英國嘅移民法唔需要經過國會之後，咁又點解司法覆核喺英國議會主權嘅制度底下嘅勝算又少之又少呢？英國係一個三權分立而同時行政獨大嘅國家，英國嘅首相係行政機關政府嘅首腦，亦同時係立法機關國會裏邊最大黨嘅領導人。英國同美國司法覆核嘅最大分別就係美國嘅最高法院如果裁定某條法律違反憲法，就可以直接將呢條法律取消。而英國嘅司法覆核唔能夠取消某條法律，英國嘅司法覆核嘅法官只能夠喺現有法律底下指出英國政府的確有違反現行嘅法律，政府或者國會就可以重新立法，可以修改法律，甚至廢除某條法律，而實際上將英國司法覆核嘅結果推翻。議會主權另外一個最大嘅特徵就係議會嘅 internal affair 內部事務不受任何其他外來機構干預，包括最高法院。咁司法覆核到底又可以覆核啲乜嘢呢？例如佢拘留你嘅時長太過長，或者違反咗歐盟法律嘅某條人權法，但係佢即使發現政府又違反法律，我哋又回到原點，英國嘅國會可以再重新解釋、修改法律，去實際上推翻司法覆核嘅結果。所以同美國嘅最高法院係最高權力機構唔一樣，英國嘅國會先至係英國裏邊至高無上嘅權力所在。好有趣嘅係，英國嘅議會主權嘅案例當中有一條，居然係嚟自香港2012年嘅立法會。當時泛民主派對財政預算案進行拉布，主席曾鈺成剪布，議員梁國雄提出司法覆核，要求裁定曾鈺成主席越權。當時嘅香港最高法院又裁定立法會嘅議事規則主席嘅權限係屬於立法會嘅內部事務，法院無權干預。估唔到呢個成為英國主權議會嘅其中一個案例，
真係非常之有趣。講咗咁耐，就希望大家明白喺英國嘅議會制度底下，點解英國嘅移民法唔需要經過國會嘅審批，以及點解司法覆核嘅可能勝算係微乎其微。希望幫到大家，咁有問題嘅話可以喺留言區度同我分享，或者 Facebook 度 PM 我亦都可以。咁我哋今晚就傾到呢度先，我哋下期再見。